最大嘅壓力就係照顧我先生，自己嘅心好難過咯，自己坐埋一角會傷心，即係喊咯，好似冇人幫到我咁樣咯。因為我係出於一片真心啦，去無私咁奉獻對媽媽個好啦，但係換翻嚟個回報咧就係佢出現啲問題令我好唔舒服咯，好難受。喺呢段期間就係我好唔開心咯。幸運地咧，我掟嘢咧，我都唔喺佢面前嘅，走去廁所掟毛巾落個水嗰度咯，有時就係掟筆落個台嗰度咯。我亦唔會諗點解會有會有呢個動作嘅。咁我發泄咗之後嘅話咧，咁我可以一切回歸正常。護老歷程好似一場馬拉松，我哋服務嘅時候會見到唔少嘅護老者喺自己嘅生活裏邊同埋護老責任裏邊，好難攞到一個平衡。佢哋都會忽略咗自己嘅需要，影響咗自己嘅情緒健康。所以香港基督教服務處一路致力發展以護老者為本嘅服務。本處由2019年起申請咗由李國賢基金會資助嘅護老藍圖護老者支援計劃，同香港城市大學、聖方濟各大學一齊合作，協助計劃推行研究同埋服務。護老藍圖護老者支援計劃總共有2套嘅實證為本工具，分別係護老藍圖護老者支援模式，簡稱 CSM， 同埋再走一步護老同行賦權心理教育小組，簡稱 PPE。護老藍圖護老者支援模式 CSM 係一套科學化嘅個案服務模式，能夠幫助社工準確咁評估護老者當前面對嘅壓力同埋困難背後嘅原因，同時間可以發掘到護老者擁有嘅潛力同埋可以運用嘅資源。CSM 嘅介入策略有別於傳統嘅方式，佢嘅特色係根據護老者嘅5大需要同埋7項資源去進行評估。CSM 背後嘅設計理念係優勢為本，能夠有效幫助社工用一個全新嘅角度掌握護老者嘅狀況，繼而發揮佢哋自身嘅長處同埋潛在嘅資源，去增強護老者嘅照顧能力。本處現時喺旗下嘅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同埋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都有採用 CSM 嘅服務模式，為面對不同處境嘅護老者提供單對單嘅護老者支援服務。我哋會繼續使用 CSM 嘅服務模式，去為護老者提供優質嘅服務，並且會積極同業界分享我哋實踐 CSM 嘅經驗。再走一步，護老同行賦權心理教育小組 PPE 係一個為期8節嘅心理教育課程，透過朋輩支援同埋同行嘅介入模式，幫助護老者重新揾翻照顧嘅意義。喺過去幾年期間，機構已經舉行咗8次嘅 PPE 小組，服務超過60位護老者。而 PPE 嘅特色係由專業嘅社工拍住種子護老者導師一齊帶領小組，結合專業嘅知識同埋真實嘅照顧經驗，同護老者一齊同行。PPE 係一套系統完善、實用而且成效顯著嘅小組介入模式，值得喺業界廣泛推廣，同埋讓更加多同工可以善用呢一套小組嚟支援護老者。首先，我代表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多謝李國賢基金會嘅捐助，由聖方濟各大學同埋香港城市大學一齊合辦嘅護老藍圖護老者支援計劃。喺過去嘅日子裏邊，我哋機構嘅社工親眼見證咗 CSM 同埋 PPE 2套實證為本嘅工具，點樣有效去幫助護老者。呢一套工具令到我哋社工可以以優勢為本作為一個介入嘅手法，專業咁樣去評估護老者嘅需要，然後配對一啲更加適合嘅服務。我哋期望護老藍圖能夠持續發展，遍地開花，令到我哋長者服務業界嘅社工可以有多一套嘅專業工具，去應對日益增長同埋越趨複雜嘅護老者嘅需要。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會繼續積極咁樣配合基金會同埋大學嘅需要，無論喺我哋機構內部或者業界咧，希望透過推廣護老藍圖護老者支援計劃，提升香港護老者服務嘅整體質素，令到我哋更多嘅護老者受惠。